一切萬物唯心造，境隨心轉，相由心生。命自我造，福自我求。人生中嘅一切都係源於自我嘅感受、諗法同做法所決定，跟隨住我哋嘅認知，由心靈嘅力量所呈現，被正負面嘅信念所駕馭。而人係全自動性，難以察覺自己錯誤嘅行為。當一個人養成咗負面嘅信念，就會喺不知不覺下做出各種錯誤嘅行為，破壞自己嘅人生，而創造不如意嘅生活。當我哋養成咗正面嘅信念，擁有正面嘅思想輪轉，心靈就會產生